今日看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行政院提出的不以为止保存条例草案，有立委是建议讲，嘛应该爱立法来互正捌受到压迫的本土语言。拜三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甲各条野立委提出的不以为止保存条例草案，文化部希望推动保存不以为止，促进社会沟通。有立委认为，台语等等本土语言的发展，伫威权时代受压迫，现代咱爱面对历史发生过的不义政策，透过法条伫即马加强辅助。文化部是不是应该针对相关文化产业创作台语作品的相关辅助政策更加的积极？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你的理念跟我完全一样，促进各式各样的台湾台语、台湾原住民、客家语这个部分，积极的给予协助，好不好，部长？一个月内。不过，也有在野立委接期中央提出的草案，中央的不义为止保存条例草案，甲不义为止发生的时间定义自1945年8月15开始，到1992年11月7日为止。有立委指出，日本时代发生的伤害人权事件，应该也要加入。日据时代的时候，雾社事件，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对于当时这个反抗日本的高压统治，那发生了一些其实很让大家遗憾的事情，或者慰安妇这两件事情，难道不够具体吗？您愿不愿意，同不同意我们把这个时间扩大？我在审这个案子的基础下，我不太可能再拉长那个时间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案子当初一设定就是。定义在民国34年这段。除了立委万美玲，也有洪明凯、林倩琪、瓜子温等等国民党籍的立委接期时间定期的问题，认为无应该把时间限制伫白色恐怖时期，应该把时间扩大到清朝时期甲日本时期。时间定期的问题充满争议，到时进入各条审查程序，可能会搁再成做条野立委公放焦点。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